大家好，我係今日我同鄉下做氣功運動嘅家人咯。今日呢，特別有請到我嘅師傅顧華明先生嚟同人鄉下嚟做運動哦。我做運動開始以前呢，我先嚟做暖身運動，嘅接下來呢就天天人鄉下嚟做了。嘅一開始呢，因為氣功嘅氣調氣係當重要嘅，一下呢就天天嚟練習調氣，你腳打開來，肩條平發。嘅接下來呢，數變到一個都市蛋糕，氣功絕氣再吐氣，八撲八拍，好，準備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剛講嘅都市。哎呦，啱啱嘅感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。佢接下來呢，也係右手變到也係左邊嘅肩條，嚟到後背，頸肩，然後你方向看後背，做嚟看後背就做看後背。來絕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彎片，來咁樣左手變到人右邊嘅肩條，後背，頸肩看左手片，做嚟看後背就看後背，絕氣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。接下來呢，人嘅手用力啲變順，絕氣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來下來，跳起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過來，腳骨變做弓箭步，起跳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起蛋糕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。接下來打開來，彎片1、2、3、4，我絕氣哦，6、7、8，跳起，天天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，腳骨變做弓箭步，平嘅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起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數。大家嘅身體都小暖起來冇？佢一下呢就天天用鄉下來做氣功運動了。今日呢，我教嘅氣功動作叫做力劈華山。想象一下，你跳前面跳前有動態嘅山，你用一氣功嘅氣，攞佢切開來。好，你用板切呢，一下呢就來看一下，你嘅腳做得幾態就幾態哦，發一些咧。你下去嘅時間就唔會咁辛苦。好，你一下呢數食指，準備要來切一山咧哦。好，上去，準備下去嘅時間跳起，先嚟腳起，跳起，面健康條件。你下去嘅時間，人嘅背囊就會出嘅看條件，再下去。上來切好咧，再嚟上來。佢跳起嘅方式呢，就係先嚟絕起。下起嘅時候，我看面條前，因為跳那淡淡，人嘅背囊就唔會出。古時候你天才看條前，人嘅背囊都會出嘅下起，也係當重要嘅哦。好，佢一下呢。
然后个氣變到個樹蛋糕。喺我唔知氣係乜嘅東西嘅時節，兩支樹合起來，初初啊，感覺到有少少嘅感覺，也就係有氣啲啊味。不過一下呢係變到安尼，用家下嘅方法想象一下，讓人嘅氣運動人嘅樹，啲人嘅都市運動人嘅樹，就係個唔記得就初初啊感覺一下，好，來一下呢。落去變到人嘅樹空，上去，準備啊，腳做啲拔開來，腳去，跳去，停停嚟哦，5、6、7、8，上來，1，腳去哦，3、4、5、6、7。氣都唔會停嘅哦，繼續到上去，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而家氣要啲鴉片，8，然後3切鐵膏要上來，2、3、4，都唔會停嘅哦，6、7、8，好，休息。嘅沙下嘅動作咧，按到霸王舉鼎，想象一下自己係霸王一條田，與鼎個撈佢騎起來，我用板騎呢，一開始呢，用腳做嚟拔開來就拔幾開就拔幾開，樹拔開來，準備用嘅方法下去，1，跳起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拿到嚟，騎起來，1、2、3、4，騎到條拿蛋糕，6、7、8，好，做下動作嘅時間停一下，豎起起來，唔係單槍變到聳起添，而係氣要變到聳起，肩條變輕鬆，安尼讓人嘅身體有來一下嘅感覺。不過所以人拿氣嘅定高向咧，變上去，然後氣要推到蛋糕，安尼就係正確嘅哦。好，接下來我再過來做一擺，來，跳起，1、4、5，每個用7、8，空起來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條嘅動作空起來嘅時間，下一個要空起來用鴉片將吊東西安尼，讓人背囊吊起來，故說係安尼，安尼有人來壓鴉片，安尼起來，下去係出嘅下去，上來係有人來壓，上來 ，OK， 好。佢再過來做一擺，來加嘅方法下去，1，跳起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拿到嚟，1、2，背囊嘅先空起來，5、6、7、8，休息下，佢一下呢，我留氣呢。變到一動作啲度哦，成啲立披華山開始。喺個做得嘅人就唔是扮佢，喺個冇辦法下去嘅人，腳骨就做得白卡開始咧。好，一開始十字手，喺個唔知人家樹冇小男就做唔得做下嘅動作啊。喺個唔記得就錯錯啊，感受一下，變過來，汗流脈絡係正常嘅哦。先嚟腳起，跳起，喺講持續係喺冇小腦嘅感覺，再過來跳起，腳起，跳起嘅時間用肚子，注意應該會有感覺一些。喺個冇人再過最後一擺，腳起，跳起用牙肚子，鬆到牙嘅舒緩，好，我係高向你上去。記得要氣
我运動也數一片咯，來走，背囊唔記得啊，出嘅六條氣啊，好，上來背囊先，上來有人來捱安尼，先，氣唔會停咯，繼續，我應該係連定安尼轉嘅，下氣條氣。2、3、4、5，當呵，我躺到唔跳起嘅聲哦。2、3、4、5，氣唔會停咯。鼓上仲未休息，來繼續1、2，當呵，跳起嘅聲冇躺到。當呵，6、7、8，上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還有200，要做的運氣哦，不然嘅身體呢，氣血都較順一些。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面100，1、2、3、4、5，總得啲下背就安尼，不用強鬆，總得一氣啊安尼，連等上來。還有你嘅腳總得安尼，顧下來，聽錯會出嘅，6、7、8，休息。喺個運氣有成功，聽錯會出咯，因為通常因為按開咯，咁所以一下咧來做霸王舉鼎。你先來注意下，跳起嘅時節，剛講嘅數，跳起。剛講嘢數少，唔記得就錯啦。好來，注意，跳起嘅時用嘢都是咯，氣鬆都數，跳起，前面100注意，跳起，好，佢一下咧研究嚟舉鼎，準備開始，背囊記得1、2，總之研究腳骨把卡開始，4、跳起哦，7、8、1、2，背囊先放起來，4、5、6、7，一打我總唔得休息，1、2、3，等好4、下1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感覺也係少就會正確嘅6、7、8，好，一個動作聽錯同定人嘅氣來練習，當然來做失敗就做得了哦。好，佢一下呢，先來休息下，試下睡了。佢接下來呢，我教大家嘅動作呢，很多運氣法，就會講老人嘅氣我用擺嚟幫佢動順啊你哦。一開始呢，腳老人嘅肩條平翻，老人嘅氣變咗一個細細球啲葉片，感覺到小暖過後呢，來起來。喺個冇感覺到少愛從來變到一片，就着氣，跳起嘅時候，也氣運到一片，直到小暖站咗得來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從來過去嘅先來練習動作，再老人球變過來，來起來，先練習動作就好了，不用下來。老人球變過來，拿起來，不用下去，變過來，拿上去，不用下去。好，佢一下咧加上也氣哦，聽錯要氣哦，冇一動作就冇效咧。來，呢個冇氣，着氣，跳氣。着氣，
动吼，来啊，1、2，起来爱跳起，4、5、6、7、8，转起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变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那个动作看哪有看人数嘅也微缩，吼，比如鸦片嘅时间，看人数变过来，来起来是看鸦片，老公学嘅微缩，故所以再过来一摆，看人数，注意，来1、2看定3、4，专心用眼去8，转来2、3，都是用力5、6、7，变过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定眼数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咁样呢就係人嘅運氣法，佢撒下來呢很多調氣法，一隻動作嚟較複雜，人先嚟講口訣，一開始呢很多頂天立地，再過來呢很多太極拳，好，再過來一擺有頂天立地啊，同樣還有一類彎腰練太極拳。OK， 來，人先開始頂天立地，我用慢數下去，上來，我就頂天立地嘅感覺，彎腰係用人數安尼傾過來，太極拳用慢，轉來出去，人先練習動作就好了，哈，頂天立地彎數，頂天立地，彎腰就要我把個數落去。轉來太極拳，較複雜一些。再過來一擺，換邊頂天立地，彎腰，轉來八卦拳，頂天立地彎片，彎腰，轉來出去。好，有一系列複雜唔講冇相關咯，然後來解釋氣嘅部分。頂天立地是數，壓起上去，一記數下去，好，然後壓起安尼送出去。我背壓蛋糕嘅數，就要拗過來，故上就唔會做唔錯片。拗過來過後呢，轉來嘅時間，然後壓起送出去，好，就安尼送出去過後就會彎片，頂天立地咁用，頂天嘅時間就上去，立地就下去，用我背嘅數彎腰。轉來出去，安尼做得好，較複雜一些咧，唔過天天嚟做，先嚟再個複習動作，然就加上氣嘅部分，好，來頂天立地右數上去，我把個數彎腰，轉來出去，彎數頂天立地，彎腰動好，轉來出去。再過一擺彎片，好，唔好做唔錯片咯。彎腰轉來出去，彎數的大家動到，人也會做唔錯。彎腰轉來頂天出去，好，一下呢就加上氣嘅部分了。先嚟調一下腳氣，調氣嘅時間送到眼數。再過來一擺，腳氣，調氣，好，呢個模式我哋就搓搓下就做得了。好，來，右數先上去，兩牙氣，別做，上去，停好，兩牙氣送出去，做得好，來，彎腰，來彎腰時總得安尼，立來立去哦，聽出出嘅兩牙搖。轉過來，聽錯我人家嘅腳係平嘅啊！嗬，係個冇辦法嘅人就冇做按下去，要鬆落一些，絕對做唔得彎變來變去哦，也係重點。下去過後，也係數，係去變到鴉片，
進來，鴉片然後也氣集中在這裡，嘴也是條頭氣啊，來揾片，甜甜地地，我要強用係平嘅，做唔定嘅研究冇按到，好做嘅研究下會掉嘅，然後也氣送到嘅便宜，進來，打開來，不用送。你個腳咧做得廢事咧，係個唔好做嘅話，做得廢事。好，咁然後咧，人哋運氣法可以使哦，老娘去全部嚟練習一遍。細細個球，記得冇？係個無效嘅感覺，着起，跳起，着起，跳起，好，準備好了。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，我感覺到也有呢個感覺，然後腳變過來，彎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看到眼數我唔記得啊，1、2、3、4。分片1、2、3、4，可能數把種嘅位數，倒工序嘅位數，3、4、5、6、7，分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3、4、5，準備頂天立地，來右手頂天立地，走。彎腰，下氣，送出去過後，打開來，數送出去，彎片頂天立地，彎腰，轉來，出去，再過來一擺頂天立地，彎腰，轉來，出去，彎片頂天立地。彎腰轉來，休息，也係當中有氣功嘅部分咯。大家第五課聽就愛聽嚟做哦。嘅下一擺呢，就同大家見面了，拜拜。